3月份嘅樓市氣氛熾熱，入市信心亦都普遍嘅強盛，一二手嘅交投量顯著咁提升，而且呈現一個價量齊升嘅局面。咁根據土地註冊處各類物業買賣登記，2026年首3個月每個月都能夠企穩喺7500宗登記合約以上。根據3月份嘅股價表現分析，綜合物業估價量係按月暴升近60%嘅，創2年嘅一個新高數字。咁當中涉及一二手買賣嘅成交股價量都顯著咁提升啦。咁喺市場信心增強底下啦，咁發展商開盤更加得心應手，同時亦都帶動埋二手市場，帶嚟雙贏。估到價比率按月輕微下跌0.9%，依然維持喺60%以上嘅。咁預期呢個高嘅估到價比率依然能夠維持嘅，源於呢一波嘅升勢都係比較線性。咁股價並未被成交價大幅咁拋離，而且有足夠嘅消化時間俾一啲參考數字緊追市況。各路專家對今年後市嘅走勢預測咧都變得相當之樂觀啦。觀乎第一季中原城市領先指數已經升接近5%，咁入市信心增強係無可厚非嘅。但係仍然要留意油價攀升嘅外溢效應，似乎逐漸影響到香港嘅日常生活層面，而且要提防對短中期息口嘅走勢影響，值得大家多多關注。